们这里就会按铃了。你的那个音调，这都会影响你们后面的成绩。因为昆虫啊，能代表大自然的，所以啊，基本上运动会。Kakak mengalamikan dengan pada sekolah ini. Biasa batu di belum bergerak kaki. 记得有一次，一位朋友带孩子到区的。只要抱持着希望，继续努力，相信下一次站在舞台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将乡长的心意祝福所有的来宾、所有的小朋友、所有的评审委员、所有的校长、教师爷们都能够身心安康、家庭幸福。感谢大家，明年见，谢谢。